希腊的首都雅典拜五发生严重的抗议活动，街头若像咧战争，大批民众行上街头，甲警察发生冲突。因为希腊2年前捌发生一场57个人死亡的严重火车事故，因是抗议政府到今也无公开事故的真相，也有工会团体号召全国大罢工来表达不满。 上街群众向酒店国会警察拼口弹发射进来怒火，进步警察了后向群众发射催泪ga斯甲消防水条驱离，希腊首都雅典一片混乱，亲像战场。 不满政府态度消极，想要暗砍2年前史上上严重火车意外真相，迄时阵造成57人不幸罹难。伫罹难者家属甲工会号召之下，真侪群众2月28伫全国各地举行示威，也响应工会呼吁进行大罢工，海陆交通全面停落来。警方最后伫雅典掠超过40人，也有10人伫冲突当中受伤送医。 Νιώθουμε οργή. Είναι η οργή αυτό που επικρατεί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. 希腊第2023年2月28暗时发生客运甲货运列车对撞意外，2列火车顶悬有342人，最后造成57人罹难，另外72人受伤。不过事发了后，政府规避追究铁路机关高层的责任，到即马无人被定罪，也无人落台负责。 根据这礼拜航空甲铁路调查机构公布的178页报告，提出意外发生的系列原因包含铁路管理体系严重缺陷、设备维护不够、员工缺少培训，甲真侪人为失误。 Να στείλουμε και το μήνυμα στην κυβέρνηση και τους εργοδότες ότι δεν θα ανεχτούμε πλέον να πηγαίνουμε στη δουλειά και να μην ξέρουμε αν θα γυρίσουμε ζωντανοί πίσω. 希腊伫2010年爆发国际危机了后，严重了前国家铁路都被要求民营化，马上展开大量裁员，就连了后导致数百万欧元加强铁路系统安全的计划，到即马拢也未完工，其中贪污的情形是真严重。公司新闻警员强联系。